苗圃八福第8課，凡事富足，樂奉獻，除貧窮，富足蒙福。第4天，使徒行傳20章35節，又當紀念主耶穌的話，說：施比受更為有福。使徒行傳20章35節，又當紀念主耶穌的話，說：施比受更為有福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我要紀念主的話，成為一位有愛心、有顧及身邊有需要的人。求主幫助我有信心，來領受施比受更為有福這句話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：神是我供應的源頭，神是尊貴、富足，又滿有愛和憐憫的主。我所得的一切都屬於神的。我是一個施予者，我有能力去幫助和祝福很多人，因為神必給我源源不絕的供應和幫助。阿們。